首，咱先开咱信息听堂的神教的。 煞接543首，我爱儿主的款式。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咱要来欢喜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即时咱做伙起立，咱欢迎咱信心伫咱的中间来做王。听堂信心，关欢迎你，做伙来拍鼓啊！ 你。
我们要看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要得着平安和喜乐。主啊，这是我们得胜的宣告。一起来拍手。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无心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无心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耶稣信心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这是我们得胜的宣告。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得胜。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主你来寻回。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得以刚强壮胆，叫我们不论经历什么事，都不能与神你的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我伤心我气馁，我胜利我死
思变，越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变，越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就谢谢你，不论是刀剑，不论是逼迫，不论是生，不论是死，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叫我与主你的爱隔绝。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敬拜赞美你。主啊，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是掌权的君王。主，我们的心要向你全然的来展开，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要安静在你的面前，预备领受神的话语。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耳朵灵敏，听见主你对我们个人、对教会、对这世代所说的话。主啊，让我们不只听到，更要行道。我们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主，谢谢你。愿今天的主日从头到末了都满了主你的同在与祝福。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同心的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再一次开掌归荣耀给我们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请坐。
恁着学了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弟兄姊平安。你还吟诗，圣诗176首，疼痛的神降临，请起立吟选手。请坐。咱只下头同心来祈祷，请主要所阮感谢你，感谢你带领保守阮一礼拜平安。恳求你伫咧教会中做王掌权，除去阮一切疲劳甲软弱，使互阮刚强壮大，使互阮信心甲力量，除去阮一切不安甲忧愁。阮的主啊，恳求你将你的话赐互阮，互阮更加明白你的心意。阮拢会当合你的心欢喜，恳求你，互阮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成做阮生活的力量，免得阮得着罪。感谢阿罗你的恩典，阮来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即摆来启应文，伫个姓氏后壁第1117页，我来启，恁来印。
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兄弟姊妹，着知。第声，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拉三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地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咧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咧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下面献诗，请信乐队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歌是《我心学老主》。我心啊。
感谢圣歌队用上水的诗歌来学老主。咱即摆来听听上帝的话，圣经箴言14章，内面有3章，箴言14章29节甲16章32节，甲19章11节，旧约的圣经707页，咱先开我来朗读上帝的话。箴言14章29节，无快受气的，大大有聪明；扫兴的，大显出无望。16章32节，无快生气，赢过勇士；管辖家己的心的，赢过厝的城的。搁一个19章11节，人有见识就无快生气，赦免人的过失就是伊的荣光。以上。咱讲道，请牧师、陈牧师来讲道。陈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生气的艺术。姊妹大家平安。咱阁有一位的圣经无读到啦吼，这可能我有疏忽去。咱阁一位咱若有圣经先来看，可能等下会阁出现啦吼。以弗所书第4章26节到27节吼，我来读吼，咱有圣经并来看。恁受气就毋通犯罪，有激受气，毋通到日落，也毋通互魔鬼有通入。好，安尼，咱三个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伫7日久的中间，拢得着上帝你的保守。有时出日，有时落雨，总是阮知影，出日落雨拢是主所定，因为两项拢是花目所欠用。相款，阮的人生的境遇，一元拢有上帝你的安排甲带领。无论是欢喜、悲伤、快乐、受气，也是阮所拄着恶担当的事，阮相信这一切拢有上帝你美好的带领。阮只有用顺服甲感恩的心来领受，来互上帝你引带。那安尼，阮的日子就要一尽亨通。主啊，用感恩的心进入上帝你的圣殿，这嘛是上帝你的祝福的开始。求你的神甲阮三角基地，是阮拄则所念的诗歌，听从的神，求你来进入阮的内心，阮欢迎你来。愿主的圣神进入阮的心中，互阮恬静，互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恁捌受气无？来，恁受气我看卖。哪有成啊？拢咧笑啊，哪有受气？生气哦。好。好来，受气好毋好？好。啊，毋好你阁受气。好来，咱讲受气是种内在情绪啦，吼，emotion。不满，咱有情绪啊。等下我来讲七情六欲啦，吼，咱有情绪。即种的不满的反应，
嘛是一种情绪激动的表现啦。这有正常无？正常。上帝互咱有即款的受气的表现，正常。只是讲要安怎表现出伊的艺术。哦，拄则要礼拜天嘛，甲叶长咧讲着台语的艺术啦，吼。哦，咱后礼拜立管即事要事会，伊有问我题目安怎读安尼吼。哦，迄个阶段吼，我讲会当读到亚底，也是hen拢会使。毋过咱叶长咧讲，毋爱当讲吐槽安尼吼。不过这较直接啦吼，啊，这就是艺术啦吼。后来，咱常常讲，咱人有七情六欲，其实这是佛教较直咧讲吼。咱也以前有信过佛教，有读过佛经的人拢知影，所以六根怎么样清净，就是咧讲这个啦，欲望啦吼。啊，情是啥物？就是情绪嘛，啊，是讲感情，比如咱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啊嘛有人讲喜怒哀惊惧怕的惧，哦，啊甲爱恶欲，什么时阵喜就是欢喜嘛？什么时阵你会欢喜？中奖，讲咧买六合彩。我倒毋捌买过吼，啊，做阿公吼，我做老爸就欢喜啊，啊，做阿公搁较欢喜啦吼，有影，迄着囝，迄着孙，吼，也是讲安尼你放榜啊上榜有无？无一定你家己哦，恁囝恁孙啊，恁朋友啊吼，嘿，甲人甲欢喜的人相甲欢喜，对无？嘿，所以你会表现出来。啊，怒是啥物？就是咱今仔要讲的受气。什么时阵你会受气？无欢喜的事。啊，无听我的话，啊，无顺我的意对，我就受气。咱古早人讲吼，搞操安那，快老有无？咱时代人我咧甲恁讲无？啊，若搞气咧，搞的意思讲定定啦。到气就快死啊！对，哦，用要互你气死，对袂？好，咱一天24小时，你有捌安尼甲想？你一天受气偌久？几摆？受气会好面相袂？袂吧？哦，就是讲毋听话的时阵吼，就会受气啦。我会记我的细汉哥哥吼。伊读国校时阵啊吼，拢逃学。台语安怎讲？对咯，逃学。啊？逃走资哦，足深的啦吼。敢若听有？迄古早人讲的，哎，就逃翘课啊，迄是拢国语啦，我用台语毋知安怎讲啊。忽然间是袂晓讲，啊听到咱的老师伫遮吼，伊就逃走资啦吼。无爱读册就对啦。以前也无爱读册，迄后来才知影，你知道？伊拢无爱讲，啊，嘛是有影啦。啊，毋过吼，反正伊就是拢细胞仔歹咧，啊无去学校，啊家路咧乱扫，弄榴莲对，或者去看红仔书啦，啊无就去动书啊啦，吼都有啊无安尼。啊，到暗时。咱下课伊才转来安尼。啊，老师讲的毋知，当然嘛会点名啊。这某物人偌久无来啊？一工两工，哦，一工无来可能是我有伊人咧艰苦，两工无来就怪怪。老师就来通知啊，家长，阮爸啊，知影这个哈，哦，阮哥哥啊，这阿珠啦，吼，二珠啦，啊，到无去读册啊，好。即摆转来吼，就安那修理啊，对。啊，伊拢用啥物做伊武器，你知道？无啊，用较金条。无啦，用较扫帚。
咱查甫人拢批大有无？批大，抽起来，你看你走路，你摔落去安尼吼，阮哥就会走啊，你乖乖互伊拍，阮爸拢足准的就甲修理安尼啦，所以拍甲伊拢毋敢转来，拍到枵咧，对阮后壁问讲，阿弟啊，我拍到枵啊，你帮上我帮我食，好，哥哥，做伊帮凶啊，互伊食饱才紧偷倒入安尼我还记一摆阮爸嘛足生气，要拍阮哥，阮二姐阮哥哥去即差2岁，差伊2岁，阮哥哥加我4岁。甲阮爸讲，爸你莫生气啦，阮爸迄阵我嘛伫边后顶，嘿惊啦。所以阮爸的生气是假出来一定我无安尼甲拍伊，哪会惊？好，这就是讲无听话、无顺咱的意，无听教示，咱会生气。过来哀，咱会悲哀的时阵无？我拄看到周报，咱的美玲姐的妈妈，歹势无说拢毋知啦你爱节哀妈妈已经等于去年其实无事嘛，有时拢会去共帮忙礼仪公司因找我无事通处理就会找我去帮忙。我昨日早起嘛去到讨论，甲悲伤的人，三甲悲伤。当亲人离开咱的时，咱会悲哀，对不对？会哀伤，会无？这是人的感情的一种反应。过来，乐，也是讲惊，迄拢会当应用啦快乐甲欢喜其实有共款无？看来袂共对，所以喜甲乐会当安那连做伙 ，happy 的喜乐欢喜快乐，快乐就讲你。其实无一定讲拄则爱欢喜是较心情快乐是有当时是你的食物件嘛快乐对不对？是讲看一出电影也是讲拍一个电动会互你快乐，是不是？这是乐的反应过来爱，就是你对一个人喜爱，还是对一个物件咱拢爱买 LV 的名牌包有无？爱无？没有安尼可能咱离开迄个爱，迄个情欲较少啦有人做爱呢也是爱去旅游有无？旅游倒来讲我要搁欠钱准备后一次要过来旅游会上瘾这叫爱，当然嘛是就是讲讨厌。会无？咱有迄种无爱人还是物件无？一定有嘛过来欲，就是你的欲望这叫做七情。若乐是啥物？若欲就是讲咱的目睭、耳仔、鼻仔、喙齿，你的身躯、你的意念，拢叫做欲啦。你的目睭爱看好的，看水的，有无？有人讲看美女会当延长寿命，你昨看到迄新闻无？不一定看美女啦，查某囡仔嘛当看帅哥是不是？这是事实的迄讲人个专家研究出来呢，要多看美的东西啦。不一定是美女啦心中有爱就怎么样？就是美对不对？无你对了，你看恁对了流水无？有无？有啦，对无？咱的太太，咱的丈夫，拢嘛上水的，敢毋是呢？心中有爱就有美所以你的目睭有迄个欲望，过来。咱的耳仔会听啥物？好听的话
人甲你学乐，哦，欢喜啊几啊工，是不是？啊，人甲你骂咧，歹听话咱不爱听，对不对？耳仔咱嘛会听水的音乐，对不对？好听的，啊，你若听着一寡遐个噪音吼，啊，你就感觉安尼会影响着你的心情啦吼。我即摆住伫五股啊，我住喺公寓嘛，我住3楼，啊，加减有当2楼、4楼，拢会起起咕咕声音嘛，会袂？厝边仔嘛，吼，啊，所以就定定听着咧楼顶咧拖物件，吼，已经真暗啊，9点10点嘛，我奇怪啊，这什物先生啊，是咧搬家事，还是咧搬烫事？啊，无一个跳浪事。哦，啊，昨晚啊，佫毋较安静咧，安尼共吵，我佫直直，啊，有当吼，我叫了诚准，我有当换家属，啵一声咧吼，吼，啊，就叫家属，啊，咱耳仔会听着，吼，但是有个人会动耳，有无？佫听无啊，所以吼，动耳有好啊歹？哦，咱妈你也毋知啊，对不对？哦。有个讲啊，耳孔咧做礼拜，关起来，无要听，吼，叫做耳仔，咱无即款的药物，吼，啊，过来有啥物？喙齿，迄个叫味觉啦，吼，物件好食无？靠你喙齿，所以咱若要食物讲爱色香味安那俱全，先看讲有好看无，对无？啊有香无？鼻看嘛，所以鼻仔嘛当鼻的，吼，然后真香。过来最后就是安那，食饭嘛，所以咱就早去百货公司有迄试食有无？吼，阮无输条，我也无要共摕人试食。我讲迄人都想要互你食的，你咧客气食，啊对无？伊是讲无要共买人食，伊都足客气的人啊，我甲试食看觅好食，咱再甲买啊，对无？试看觅，喙齿真来。身躯咧，就是包括你的手、骹，咱会去甲人接触有无？摸着，吼，啊摸着安尼，这手啊白泡泡、幼绵绵，有无？哦，特别囡仔，迄身躯拢安那皮肤拢真幼，啊若老咧，嘛粗皮，吼。啊，这就真自然的啦，吼，所以咱的身躯伊甲人接触，啊，意就是啥物？哦，你想要做啥？你意念好，我想要做总统，哦，会无？我虽然是讲我的立志，将来要做蒋总统，有没有？伟大的蒋总统，到尾仔知影讲我毋是姓蒋，哈，哎呀。哎，咱拢有是一个用意念、意识，吼，我想要爱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好，这叫做七情六欲啦，吼，所以这是人感情发泄的管道啦。你袂当来禁止，你也袂当来封锁，吼，有个人讲啊，我气就好啊，发泄一下，嘿，无气讲会直来伤呢，对无？嘿啊。来上较好，吼，但是圣经今仔咱读的这段这几位圣经，并无甲咱禁止讲你毋通受气，会当，毋过爱有艺术啦，吼，所以受气无一定是歹代志，咱拢会先受气过，毋过爱怎样受气，则是一种的艺术啦，吼。拄则咱读的16章箴言32节。伊讲啦，无快受气，就是不轻易发怒，哦，无快受气。意思讲会当受气无？会啦，毋过无快，无容易啦，赢过勇士。管辖家己的心的，制服己心的，讲赢过处着城的，哦，迄就是你会当管制家己的心，吼。所以咱知影真侪英雄豪杰。伊当征服列国，会当克服事业的挫折，毋过常常拢失败伫家己的安那受气、脾气的下面啦。一般来讲，
要对付外在敌人真容易，毋过要对付你内在脾气，无容易控制啦。所以咱既然是属灵的基督徒，尤其咱爱伫脾气的顶面，爱有好的对付甲操练啦，这需要操练啦。这嘛是咱讲要灵命精神的表现，你知无？我以前咧牧会时，有一个长老吼，真热心嘛，真属灵，吼啊，逐工早起，啊，因囝嘛真出色啦。可能我若讲出来，恁就知影啥物人啊吼。因介有名，因囝介有名，嘛做医生吼，啊，伊本身嘛医生啦吼，我袂使阁讲啦吼，嘿，逐工早起吼，伊拢会出来带迄个早天祈祷会。你知早天祈祷会几点无？啊对，6点。啊，我做伊的牧师，我敢袂当讲我做我困。袂当啊，因为我还袂去已经到时，都已经开始有早点祈祷会啊，啊无几个人啊，因为太早了，所以我嘛都拢爱，迄个时间都爱起来爱去参加这个祈祷会。啊，当然伊带有当我带领安尼吼。啊，照你讲应该是足属灵的人，敢毋是？哦，啊，我就有一摆阮咧开会，啊，毋知讲着啥物代志，我不啥记，啊，讲着一个牧师安尼啦吼。哦，啊，伊就听足受气，后来我敲电话伊吼，我就随去敲电话，某物场就歹啦，系啦，哦，这是你莫爱受气啦，你莫去敲电话来共骂，讲我要甲伊骂，丢了要骂牧师呢，安尼哦，我卖我伫遐讲，我就是安尼即款，我就是天生就是安尼啦，我就是即种脾气啦，安尼吼，我第一摆听着，我感觉惊着安尼吼。要表现出伊的真我啦，啊，大家拢有个性啦，是不是？无可能啦！你讲牧师讲圣人，牧师拢袂受气哦，连耶稣都会受气啊，敢是？哦，等下讲到耶稣，好，所以伫遮保罗提供咱一个甲人相处的原则，就是受气的艺术，记载伫以弗所书4章26到27拄则我有读过，讲恁受气，就毋通犯罪哦。哦，咱注意哦，有极受气，啥物叫极受气？足受气对，受气阁有分啦系啊，笑笑啊气安尼，歹面手叫极受气安尼较大声啦讲到啦，毋通到人道，嘛毋通互魔鬼有芳通入。好，我想我要用一段这2节的圣经，甲咱做伙来思考，什么叫做受气的艺术？头先要有智慧的受气，有智慧的生气。上帝无禁止人袂当受气，只是讲伊无欢喜人，无理由就咧受气啦。所以有智慧受气绝对毋是一时冲动，毋是哦，要有合理的原因啦。咱知影一个先例叫做这个用纳有无？这个故事咱拢知无？毋知下手，毋知牧师讲一摆互你听。不要紧，温故而知新啦用纳就是一摆，用纳咱知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啦。上帝爱伊去倒位，去讲啥物话，伊就照安尼去行，有无？上帝甲用纳讲，来，你去尼尼微城去宣告因的罪恶。咱若心内嘴是讲好，毋过心内想讲，迄甲我啥物地带？地带是啥？你听有无？慧文，你听得懂吗？关系啦，安尼你思考有会。我迄刚才知影慧文几岁啊？我讲囡仔较侪岁，看仔囡仔面诶，搁做妈妈还有一寡代志少年人听无啦所以用来讲即甲我啥物关系？你是啥物？
是外国人呢，我犹太人呢，我是上帝竞选的百姓，爱犯罪到我什物地带？所以吼，伊喙是讲好，结果行动呢，无呢。叫伊去约尼尼微要伊坐船，伊买船票，坐倒位？塔斯伫倒位？即摆西班牙，后头做另外一边啦，迄等于倒边啦。我坐船了，伫只海面顶船开始啊，拄着大风影，哇！大家伫遐冰船啊，用咩冰船啊？啊，遮尔当时风俗就是讲，哦，闹人得罪天顶的上帝，哦，就会拄着风影啦，吼，安尼。啊，当时要坐船嘛，嘛拢爱有名单啦，你知道？咱像上飞机拢爱有名单嘛，是不是呢？吼，啊，伊就做名单抽口啊，甲迄名摕一个抽出来，看是啥物人得罪天顶的上帝。Mr. 约纳，约纳讲哎哟，上帝你哪遮厉害啊？吼，啊伊就甲迄船长讲安尼啦，是我的无毋对啦，你甲我等落去海底吼，风影就会平静啊。安尼，哇，果然呢，吼，伊就好，记得是你，阮就甲你等落去。哇，想袂歹只大只鱼啊呐，甲伊吞落去，应该海洋啦吼。吞落去伫鱼的腹肚内面3日3暝呢。恁敢捌去鱼的腹肚内底？迄约纳有呢，吼，所以约纳书迄记载第2章写甲诚精彩，讲吼他那亲像地狱啦，腐败啦，足臭的啦，因为鱼啊啥物物件嘛食，吼，伊讲要挡袂牢啊，虽然是足大只吼，毋过伊就家己上帝啊，要救我啦，吼，我要听你的话啦，好。上帝安那叫只鱼，甲伊吐出来，伊就去尼尼微城去宣告，讲恁吼拜偶像啊，上帝要甲恁刑罚啦。恁若无悔改，哇，对王到所有百姓，拢穿满衫三恢复哇悔改。结果咧，上帝有讲知无？无收回，要哪个生气呢？吼，讲上帝啊，你讲的无算话。你毋是要讲在安尼无？因为讲人就悔改，毋是上帝讲人就悔改啊。然后上帝就甲约拿问讲：你受气讲有合理，是毋是？你安尼受气讲有合理吗？约拿书第4章第9节啦，对无？约拿有伊的脾气啊。你著叫我，你讲要来讲知奈无？安尼，就咧受气啊！吼，伫迄个麻树的下面咧受气，吼，被麻树的。所以你看，人若伫受气的是冷静反省，讲我安尼受气有合理啊无？你著发现阮咱受气拢无理性的啦，吼，就像咱咧开车共款，你若挡掉咧，有无？就袂产生真大的灾害啦！咱看几工前三峡所发生迄个78岁的说鱼吼，去弄死几个人？3个，10几个，13个学生啊呐受伤，迄多下课的时间呢，所以到底因为伊本来嘛分袂啊，所以警察要问我啊，毋知会死起来无？毋过照因迄个监视器翕着，讲伊本来要左转，去弄着迄啥物安全岛，就搁倒迄去弄后壁的车，哇！了伊就加速要去，敢若要招个翘倒摆啦。一个妈妈嘛较弄就对啦。所以有人咧怀疑讲，伊就是足受气的，安尼啦。然后嘛害着遐侪人安尼无辜的人，当然咱这是合理的怀疑啦，咱也毋是警察。因咧办案，毋过咱会当看出就是讲，人若咧受气，拢会造成真大个着伤害。有当伤着家己，嘛伤着别人。所以一个自我意识真强的人，通常拢是为着家己设想的。比如咱拢会开车嘛，对无？为着即个，敢若佫无偌久，佫有一个嘛78岁嘿，
哪拄好，无三不成理。还足侪人讲，即马吼，下修，有娘呀，你我拢70以上啊，你安尼开车？有啊，系啊。我要修到讲70岁以后就袂使开车啊，有个人有抗议啊，即摆咱的规定是75岁爱换照。要检查你的身躯啊，你的目睭啊、耳啊，你的骹手看有反应安尼啦吼，毋是搁入考啦，免啦吼，就是讲甲你做一个测验安尼。大家人开车习惯，有无？毋过一个人意识自我意识较强的，比如讲别人若开车超过伊的时候，咱嘛要拄着呢，呼，也无拍方向灯，就为你头前甲你。超过安尼哦，你伫车顶你着骂，你着开喙着骂，伊也无一定听着。开啊紧，你往要呼死哦，安尼。会无？会安尼袂？会哦，因为惊着嘛，是讲你共超车，你莫共超车有无？共超过，佮怪别人开伤慢，不要开车就莫开。咱保你尔，家己永远是对的，拢想讲我受气是合理的，其实拢是歪理啦，对不对？所以有地位受气要有正确的目的，咱就讲要有正确的目的，一个有地位的人，当你要受气，要问家己，我为什么要受气？其实你若甲我讲，有咧讲，你若要受气，爱深呼吸3摆。想看觅，我是安那要受气。第二摆搁受气，搁深呼吸。我受气是为着啥物？好，第三摆搁深呼吸。问家己，我若真正要受气，我要讲啥物话？通常讲，你若深呼吸3摆了，就安那，都要受气啊。但是呢，一定要受气。后来。咱还有艺术啦，好一项就是安那，你无失言啊。啥物做无失言？就是讲受气时，咱拢会讲气话嘛。受气敢会好讲好听话，会袂？袂啦，骂人敢无拢会歹听话，对无？哎呀，也是讲一寡粗鲁话，也是较含的话。就是因为咱讲这话，咱就会犯罪，你知道无？失言就是讲你骂人、吵人，有无？所以求上帝，互咱受气时特别小心，毋通失言。会讲出话，有亲像泼出去的水呢。而且咱的话是有力量的哦，你莫想讲凊彩讲的，你知道？咱毋好失言。第二项，毋通失态。受气面相拢无好啦，一看就知影讲你咧受气啊，对无？看会出来啊，口气毋对，煞来规个态度嘛变。大部分咱拢会安那，摔物件，有无？你拄摔较好诶，迄古董诶莫袂摔诶，你著摔迄种诶纺织品诶，无摔袂破诶，迄个失态啊！若无就是叫门足大声啦，空，有无？甩态，我倒来讲，阮兜诶厝边仔就是安尼。较早我住狗诶，拢规栋拢家己诶，拢较毋知影。正我甲人做伙大公务我就定定听着，我住3楼嘛，拢听着大门来关声，砰！足大声，是安怎？拢阮2楼诶2楼住2户，过来入去因兜嘛是安尼，空！我是安那是咧受气声，爱问也无安怎，所以有一摆，阮楼骹咧门大，去看伊嘛叫我落去了，伤大个，我搁落去甲修理也好，安尼啊，我门也无甲你得失着啊，你哪着安尼关门啊大声，好来，所以咱讲受气毋通犯罪，对无？
就是安尼讲嘛，就是讲你若失态，就造成咱犯罪，所以爱真细腻咱的态度。哦，无容易啦吼。来，所以14章29节甲咱讲啊啦，无快快受气，甲拄则迄个共款，对无？佮无快快受气，大大有聪明啊。色性的，就是啊，甲急性的，博色的，啊啦，大显出有误。好，所以一个有智慧的受气的人，爱问家己讲：我受气的目的是甚物？那安尼，你若真爱受气，你的受气才会当啊，利益家己，嘛利益别人。好，无容易啦吼，咱做学习有智慧的受气。第二项叫做有节制，还是讲有准则的受气。哦，心理学家安尼讲，讲受气是一个片刻的疯狂。片刻是啥？短暂啊，一时啊的疯狂。第一安尼讲，晓得无？哦，就专家里啊，老师，疯狂。俩讲啦哈，俩讲，起笑，crazy， 哎，你捌看人个起笑？有无？伊头有失去理智啊，去黑白人啊，人卖伤害人有无？伊讲哦，你若是一个片刻的疯狂，伊讲你若无控制你的情绪，那呢情绪就会控制你。真正是安尼，一个受气人若无有自我节制，你就失去理智，你就造成袂当疗伤的后果，连后悔都来不及啊！我毋知咱拄仔讲参加迄个车祸就是安尼啊，对无？造成遐尼大的无辜的人，我听着心会疼咧。所以我早囝伫美国吼，伊嘛拢会看到这个消息，就赖我讲爸爸。你以后尽量不要开车，不要骑车了。哦，啊对啦，人友好啊，关心我，多谢你的关心啦。啊，我尽量，我不能尽量，一定不能再开车，也不能骑车。哎呀，我唔知意外要发生嘛，唔知影对无？你看迄学生人去行路斑马线呢。天从天降，祸从天降啊！你捌听过讲在机场边仔遐厝有无？飞机下降的时阵叫空难啊，弄引到的厝啊，这都毋是人会当控制，所以表示啥物？人若受气有当吼，会失去理智，至到发生袂当疗伤的后果啦。比如讲，咱对囡仔管教，做爸母管教囡仔一定会受气嘛，会无？伊无听话，吼，有当考试考了无好，古早阮读册时阵吼，老师拢爱考100分，我算较莫讲自由班啦吼，好班啦吼，若无考100分，99分，这个对，你拢有会。讲了，佫甲老师谢谢。即摆无共啊嘿，阮囝、阮孙子金仔空的呢。咱会使下下骹摆互你磕者吼，哎呀，古早你若98分，拍2个，谢谢老师的管教，哎，咱管教绝对会受气，哦，但是毋通失手啦，是爱节制。我气啊！我定时我咱捌有哦，即种不幸的消息出来啊，失去理智啊。所以吼，箴言19章11节讲，人有见识，吼就无快快受气，这就是节制啦。吼，一个爱受气人爱求上帝帮助你家己，会晓对付家己的脾气。耶稣的学生有一个叫做约翰，有无？以前人叫雷公仔囝，咱顶下有一摆暗时有可能个，咔，有无？陈雷公，互惊一个。陈雷公了就安那，
特别落雨啊，哦，古早苏格拉底就是安尼啊，伊某吼脾气诚歹，伊定伫厝里吼，拢叫因某甲伊骂，骂甲足歹听，伊讲好，我都歹应伊倒啊，结果伊大歹插要出去，落楼梯啊，因某对出楼顶吼，拼一桶水落去，你歹插我。啊，人家来讲了，原来雷公敲了就安那，落大雨啊！伊也袂甲反击啦。这才出名，这就是安那，会忍耐嘛。这雷公仔囝就是后来伊变做一个爱的门徒。你看伊写约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有无？后来佫写启示录，拢是后来伊伫跋摩岛，伊的性情、伊的生命有改变。上帝改变人，嘛会当改变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绝对无讲我就是这种脾气，我这种个性啦。无毋对，咱定讲一个知性可动机，是毋是安尼？逐个人的个性，有人较急性，有人较傻、较慢。阿某嘛是安尼啊，敢毋是安尼？无免啊做阿某。所以这就是啊，爱知性。毋过你嘛袂当要求别人拢讲你爱改变啦，是咱改变家己。我有一摆有一个兄弟请教一个牧师啦，毋是请教我吼，这是一个故事啦吼。这个兄弟甲牧师讲，牧师啊，我即种天生暴烈的性情吼，就是讲爱受气的性情，毋知要安怎改吼。安尼，牧师听来讲，伊讲天生嘛，天生的啦吼。伊讲无你把这种天生的歹脾气的迄个性格吼摕出来，我来帮你改，毋是这改哦吼，我来帮你改安尼啦。伊说我袂当啊，我即摆也无咧受气啊，是讲我若拄着代志的时候，我迄个控制袂了的脾气，我就会受气起来啦。伊讲若安尼都毋是叫做天生的啊，对不对？你即摆无，毋过你若有诶时阵吼，特别受气，讲伊毋是天生，你无通甲即个个性扫上帝。天生就是上帝互你诶，是讲扫你诶爸母，对无？遗传诶，迄无，安尼无公平。所以其实咱有真济毛病是出伫你家己诶习惯，习惯毋是天生诶啦。我要甲你讲，无咱诶个性是你家己养成诶，只要你有决心，咱讲克主常常喜乐，有无？你若要喜乐，你来倚靠上帝，主啊，你帮助我，咱你会当改掉真侪歹诶脾气。所以有说第4章260就来讲，受气毋通犯罪，激受气毋通到安那日落。即叫做有节制受气啦。即句话有2个意思，一个就是讲我愿意赦免别人，你的受气一定别人得罪你嘛，敢毋是呢？伊做诶代志，伊讲诶话，互你足受气，但是你讲好，我原谅你，我愿意原谅你。来真紧的消除你的受气，无容易哦。因为有当时咱来反击啊，你骂我，我甲你骂倒转去啊；你拍我，我甲你拍倒转去啊。大家都伤害啊，是不是？第2项，无报复，无算旧账，特别是翁仔某中间啦，因为太熟个，逐摆来受气一定会变旧账。对不对？你著爱对事啊，你对无？这无简单啦，无报复，无算账。听讲古早有一种合派，因要做伙斗阵的规矩，就是讲伫日时，若是彼此中间有争执、有摩擦，这甲圣经真合。讲伫日头要落山以前，来彼此安那握手、握手言和，甚至著爱亲嘴。迄毋是咧，应该是欧美的这种合派，表示和好啦。所以毋通受气到日落，即句话会当翻译就讲，咱绝对毋通甲受气带到眠床顶啦。
你莫受要受，莫要困啊，搁咧受气。啊，无咱定是讲啊，床头吵，床尾和嘛，是不是呢？哦，就是讲每一摆要困之前，你家无欢喜的意念，家安那放袂去。特别是夫妻，特别是爸仔囝、兄弟姊妹，搁较共款。所以约翰应该告诉第一章，就安尼讲，恁逐个人都爱安那，紧紧听，慢慢啊讲，慢慢啊受气，过来咧。因为人的受气，会当成就上帝意愿。后来听爱紧紧听，无人甲你当作耳边风，无你来注意听。哦，所以爱紧紧听。哦，你讲啥我知影。啊，慢慢啊讲，就爱经过思考。啊，若听了无介意，嘛慢慢啊受气，无容易呢，是不是？好，这叫做有节制受气。好，来这最后一项。有建设性的受气，有建设受气就是讲，受气本身毋是目的啦，是要借着受气来提示讲啊，你有啥物犯错，是针对问题，哦，是对事，毋是对人，哦，就像咱的机器有无？机器用古早时用声音对不对？嘎嘎嘎嘎，啊，就是咧甲咱提示讲，可能需要添油啊。可能要修理啊，咱的受气嘛共款，你若无改，哦，你若无找出伊的根源，你就会发生真侪意外。所以建设性的受气，就是讲人要有受气理智，甲冤家的理智啦。哦，特别，譬如讲，咱的受气对象有可能是甲你上亲的人，你的囡仔，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同事，你的同工，你爱甲因的行为安那分开哦。你是咧气这项代志，毋是咧气即个人，你爱记。哦，你看耶稣捌受气无？伊伫圣殿的外口，甲这生理人安那冰岛啊。哦，所以耶稣讲一句真出名的话，讲上帝殿是爱成做万人祈祷的殿，毋是成做啥物？插修，为什么耶稣安尼讲？因为因就是伫遐咧交易嘛，甲祭司啊，吼人献蛇献羊啊，即摆祭司讲来，我验看觅咧，啊，你这有瑕疵，鱼啊两蕊无爬落来鱼，吼，安尼袂使哩，搁摕去换。啊，我要等伊做远的咧，啊，外口有迄单啊，吼，你即只卖，吼，啊，搁卖只较好诶，好歹哪知？迄拢就祭司咧讲诶，所以俗俗啊卖，贵啊卖。安尼，迄叫做不法的交易啦。所以耶稣这个受气，这在冰岛啦，是吧？咱台湾嘛有一个真出名的立法委员，以前做国台叫做黄朝辉，黄朝辉长老啦，吼，高雄人，也出名迄边。伊做国台时为着要废除万年国会无伫李登辉总统的面前啊啦，李登辉总请这国台食饭嘛，冰岛。哦，造成全国轰动啊！吼，后来有甲迄个国会，嘛，迄个国台啊嘛废除嘛，吼。后来伊就去做立委啊，吼。有一摆吼，伊就甲伊朋友去餐厅食饭，吼。主菜食了后，迄服务生就来问讲啊，那个等一下那个饮料哈，你们要冰的还是要热的？吼，交伊丢了这个。交立委就甲迄个服务生，我要冰的，安尼。无啦，我经理足紧张落来啊！立委啊，是安怎吼？阮头部无好吗？讲袂歹啊，真好啊，无你哪要甲阮冰倒？因为大家印象对于迄个冰倒讲啊，误会啦！啊，你服务生就过去问我讲，能饮料要热的还是冰的啊？我要冷的啦，要冰的啦，吼，我安尼误会啦吼。这个冰岛的这个笑话啦吼。所以你看，耶稣受气，伊毋是因为受气来犯罪，伊无，伊是为着因的罪来受气。所以阿某咧受气嘛是安尼，通常拢会针对问题，毋过后来渐渐拢叫做人身攻击啦，
比如讲，你逐摆拢安尼啦，啊，你有够戆的啦，啊，恁兜人拢共款啦，哇，甲伊恁兜人拢拖拖入来，对无？恁爸恁妈嘛是啊，恁什物兄哥嘛安尼，哦，是我甲你的问题，啊，你甲无必要人拢拖拖入来，有无？迄有人冤家讲安那，不欢而散，无解决问题，反倒互问题搁较扩大，搁较严重。所以来，最后我要讲就是讲，有建设性的受气，咱学习三个原则，冷静落来。第一项，讲出对方有啥物过失。我看到，检在误会啦，对不对？嘛有讲的议题。第二点讲，我对你这个行为，我的感受是啥物？我不啥好，我嘛爱讲互你听。第三，既然是安尼，要安怎改善？有可能我嘛有疏忽的所在，咱要安怎来解决？有一个方向。好，所以结论来讲，受气的艺术就是要有智慧的受气，有节制的受气，有建设性的受气。这种的受气不但当帮助你家己实现讲受气，毋当犯罪。嘛会当促进人甲人中间的了解、谅解、甲和解，互咱每一个人的品格、咱的灵性会搁较进步、搁较成熟，嘛主帮助咱，互咱话题进入步来讲，无搁再是我，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安怎话题，咱三个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知影阮是有血气的人。有脾气的人，总是主你教示阮，通过圣经，互阮知影，阮的受气，毋通快快受气，是要有智慧、有节制、有建设性。愿主帮助阮，对阮家己本身做起，嘛求你改变阮，改变阮的家庭，改变阮的教会，改变阮的公司。改变阮的社会环境，主啊，互阮真正拢会当成做一个和谐的世界，人甲人做伙是和平的，是和睦的，是相挺的。愿主祝福，也祝福阮罗州教会，互阮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成做一个无快快受气的教会，对阮本身做起，愿主帮助。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吟诗，圣诗543首。我爱学生的款式，请起立，咱吟全首。
再来奉念，请书念同工。来。咱则来摕手中的周报吼，手中周报来念金句。有所书第4章26节到27节，请。恁受气就毋通犯罪，有假受气，毋通甲人道，也毋通互魔鬼有通26节到27节，咱则来介绍新的朋友。今仔有新的朋友无？无吼。咱无咱掀开手中的周报，我来报告吼，简单报告。6月初8，4年9年节主日联合礼拜9点吼，本会同心团契主日由同心团契的兄弟姊妹共同参与服侍。6月初8联合礼拜后，举办东港教会训练讲员廖国柱执事。主题是基督徒传福音的责任，并且中职东港各团契会长甲团契东港踊跃出席，欢迎有想要参加的，欢侪人会当参加。当天有便当，有准备便当。6月14，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团导部举行进阶长职训练会吼，专题是教会团队服侍的独特性。地点大稻埕教会，6月初8报名截止，并且召集东港踊跃报名参加。第4，胡林阿珍女士，胡美英姐妹的母亲，5月初9，规天享受88岁，5月18伫邦桥的殡仪馆崇义厅举行告别式，3节火葬场火化。第5，洗礼报名8月10节，圣礼典主日欢迎新人小李报名受洗。报名洗礼上完洗礼前信仰造就课程，才当洗礼。6月初8报名截止。礼拜后1楼灵仪厅沙发区为新人接待区，请同工协助引导引带新人就位，也请其他的兄弟礼让座位。拜三暗祈祷会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陪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会议报告请家己过目。
啊，顶礼拜新朋友罗春兰姊妹有来无？哦，谢谢，感谢，继续你家也来拢其体相当大家为着这侪项来普隆社来台岛，朋友来台岛，以上。啊？哦，团个哦，这个歹势，团契消息报告还未报告吼，歹势。少年团契今仔日大举礼拜结束后，伫教会1楼举行例会。第二，儿童出游今仔日下晡举办同心退休会，地点士林官邸。士林官邸，借此联系老师间的情谊，并研习提升学生的内涵。请出游的要互出游增长。华语礼拜后结束，华语礼拜结束后集合出发。第三，苏旗儿童营7月12到13，拜六礼拜上午9点，下晡4点，收40个升小1到小6学童保证金300，不迟到不早退，全程参与。活动结束，专业退会报名，到6月29截止。活动的内容丰富有趣，培养学童正向的品格。报名请找助理儿老师，也开放网络报名。以上，还有无报告要补充报告？咱来吟尾篇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人来，请起立。吟诗后，请牧师来接导。三甲咱领受上帝赐福，但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的教应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默祷闭会。